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，台南市政府去年底尾月取消，趁着新春疫情小可舒缓，22号中昼特别举办甲媒体新春春酒，邀请各大报社、电台甲电视台媒体、个人共同聚餐。为了遵照防疫的观念，时间嘛扩大距离，原本每桌坐10个人，嘛缩小为6人座。市长黄伟提望，新的一冬疫情会用赶紧结束，全体国人拢健康。之前尾牙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说大家没有办法能够举办，所以今年决定要努力一点，把春酒做得更好。那所以等一下有很多奖项，有很多开心一起唱歌或者听歌。那所以说唱歌听歌最好，讲话越少越好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尽情享用美食佳肴。那祝福我们牛年行大运，我们国家平安，这个经济发展，台南市也都能够市政昌隆。祝福大家，谢谢。现场除了邀请在地乐团唱歌演奏，另外嘛摸彩来助兴，包括市长、副市长、秘书长，甲所有市府以及主管拢亲自出席。时间甲媒体互动，场面热闹。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。